全台湾22个县市已经有19个县市的代理教师，一当是会当领到12个月的薪水。也毋过最近却发现，讲有部分县市要求这个代理教师伫歇寒、歇热同款爱来学校上班，才会当领全薪哦。甲一般正式老师嘛是阁有无同款的待遇，实在是真无公平。 你要同意寒暑假到校，才能延长聘期。提出部分县市的教育相关文件，代理教师工会表示，虽然在今年1月底，全台已经有19个县市宣布111学年第一学期都实施代理教师全年薪，不过看起来是维护教师权益未休，所以个产生争议。南投县市不仅要求你寒暑假要到校，你还必须配合行政。屏东县以往就已经要求，如果你是领部分领全年薪的代教师，就是义务到校帮忙代班。现在只是回归给予代教师应得的薪资，这不是额外多发的薪资。工会指出，代理老师甲一般老师同款，爱上课备课，却无法度立正年资，进前还阁承担一年只有10个月薪水的共工无共收的待遇。即马虽然应领全年薪，所部分的县市要求休寒休热期间爱处理校务、办理休热辅导、执行专案等各种的工作。 反倒一般老师就兼行政级的人需要休寒休热甲学校。本来有这个缺，应该要招聘正式的老师呢，可是他却代理教师，啊，那显然这个就是一种不符合规定啊，那也是一种伪装法律关系。这个钱是中央出哦，那就应该依照我们当时教育委员会通过的决议哦，那保障我们代理教师哦，不应该就是任由地方县市政府哦，那这样子滥用人力哦。 教育团体甲立委认为，目前伫修正有课的高中以下学校兼任代课甲代理老师聘任办法草案违反路权原则，要求教育部爱修正，各县市也应该履行承诺，让代理老师无设条件的全年薪水。教育部伫这个进程也未做出回应。记者综合报道。